是阿翔。专家有智慧，就是讲咱厝内底有5个人。是的，大家本节目挑战阮的题目过5关，拼奖金上侪35000，请各位揸等去哦！加油！今日介绍咱2队来宾，我这边先来，阮叫做爱情酸甘甜啦。哎呦，是安那叫做爱情酸甘甜？咱叫因队长来讲者，我的好朋友好平。欢迎大家好，我是好平，就初恋爱情酸甘甜啦吼。要么今仔日唔是讲我来谈恋爱，唔是我吼。这听就是乱来啊！唔是我，我是带我的好朋友来，因为开一个节目。哦，是一个节目是啦，一个单恋爱的节目。单恋爱的节目。对，我来介绍一下。是，大家好，我是男生配君哦。大家好，我是冠宇，我是爱水水。我是波波。好，咱今晚有提牌啊出来对吧？对这就是咱的节目对啊。哎，内面你讲啥话呢？咱这是我来讲。好来。男生配是台湾第一个大型的查甫约会的节目。哦，无唔对。咱伫咧每礼拜六中到12点，伫咧嘎嘎乌拉拉平台，请准时准时收看哦。好，欢迎您喽！谢谢。好，来，欢迎这边。哦，阮这边，阮这队吼，因头拄啊拢是查甫的对无？是。阮这边是巧查某囡仔，欢迎咱队长尤玲。友谊，大家好。过来啊！我心内底嘛是一个查某囝啦。是啦。你是不是就想要参加的？你哪会感觉看他是这边的队长啊？无，因为我已经结婚啊，我袂使参加啦。你已经名花有我无机会啊啦。不要紧，搞阮欣赏就好啊。系啊，看起来。啊，你一定有冤家的时阵嘛？你看因有精彩无？有比你冤家较厉害无？我感觉足厉害，大家一定爱去看。一定要去看。有8个人呢，8个人冤家有够好看。菜市啊！我听起来真好。今阮秀娥嘛带队来安尼，秀娥要甲阮介绍一个无？好，介绍一个，这嘛是我的好朋友。是台湾的查某囡仔。对，我是台南查某囝啊！我最近我号做李德心，对，最近我有出一个单曲，叫做《台湾查某囝》。是啊，这首歌较特别，就是咱的 MV 呢，会邀请咱全世界的台湾查某囝翕平常时生活的模样，嘿，啊，甲大家模样来放入去这个 MV 内底，一种生活的感动，甲这首歌同款。啊，这个 MV 会伫12月12号拜2的时阵，伫 YouTube 观顶会使看到。是12月12号的时阵哦，吼，甲阮试一个啦，甲阮看一个啦。啊，这首歌曲嘛是伫全世界的这个串流平台观顶拢会使听到，拢已经会使听到台湾查某囝这首歌曲。是台湾查某囝吼，会记得讲句欢迎你来哦。谢谢。好，来，我带来你。大家好，我是阿关子，我是鹿港的查某囝，我是竹心的妈妈，真好嘢，专家有智慧，谢谢。好，妈妈欢迎你呢。好，来，我带来你。大家好，我是为花莲上大间的学校民意国小，我叫陈金敏老师，欢迎大家来花莲佚佗。啊，我今日嘛有准备阮花莲上好食的咖喱，甲上好食的饼要来送给主持人。哎呦，感谢，好谢谢。咱花莲上有名的红兴锅铺，啊，甲咖喱上好食。是。嘿，啊，所以我知影美秀有姐啊，甲阿雄拢是美食家，会当来甲阮品尝一下。谢谢，感谢你，欢迎大家来花莲佚佗。好，来，带来去。大家好，我是吉儿，是中华的查某囝。啊，即马伫咧花莲，我即马伫花莲开餐厅，我叫有家商行。啊，若有阿爸母带囡仔来食饭，啊，若有讲台语，我拢会送伊小点心。好，今日介绍咱台语的国文老师。是，咱的老师是罗公行罗老师，掌声欢迎。大家好，我是罗公成，台语真心实，接讲恁就有好成绩。好，接讲一定会好的成绩的啦，吼。好，今日咱的第一回合主竞赛开始。大家来斗句，两队的家庭进行斗句比赛，请家己也是输斗入去空架内底，变成一句有意义的话，就算斗句成功。两队轮流回答，只要有一边的家庭斗袂出来，另外一边的家庭就赢咯。
嘿，主计赛。咱大家来斗鼓哦，哦。啊，分数要哪算？咱这回还有3题。三题哦分数关系得到奖金5000块，加油哦！哦，今日甲5000块摕起来哦。好，啊，等下哦，手先放在另个顶面。请听我讲，请手答的时阵，咱才会当试哦。好，好，要开始啊！好。小妹，咱请出题。请问，我决定要安怎4个字哦，跳出家己的安稳秀。哦，我决定要安怎4个字哦，哈，跳出家己的安稳秀哦。安稳秀就是舒适圈的意思。哦，安稳秀就是舒适圈的意思哦。好，来，咱请手答。好，来这边爱情算爱什么？情爱情的。我决定要搬去高雄，跳出家己的安稳秀，是不是？哦，安稳秀。你决定要去搬去高雄。哦，搬去高雄。老师安尼对唔对？安尼无问题。好，来，今日个想哦，来这边。我决定要出国读册，跳出家己的安稳秀。哦，出国读册，老师对唔对？袂歹。袂歹，今日个想哦，来。我决定要公开出柜，跳出家己的安稳秀。公开吗？对，公开。公开。哎，队长会使救援。公开出柜。哦，公开出柜啦，老师对唔对？好，安尼买啦。哎呦，袂歹，勇敢。来。我决定要出外拍拼，跳出家己的安稳秀。哦，出外拍拼，老师对唔对？无问题。哎，袂歹。好来。我决定要换新头路，跳出家己的安稳秀。哦，换新头路4个字，老师对唔对？无问题。哎，赞哦。我决定要学新的才艺，跳出家己的安稳。学新才艺。学新才艺啦，老师对唔对？无问题。我决定要转去读册，跳出家己的安稳秀。哦，转去读册啦，老师对唔对？会当。哎，一套来。加油哦！我决定要家己创业，跳出家己的安稳秀。哦，家己创业啦，老师对唔对？无问题。来，咱来愈来愈紧哦，来。我决定要开始运动，跳出家己的安稳秀。开始运动，老师对唔对？安尼嘛无问题。来，我决定要认真减肥，跳出家己的安稳秀。认真减肥啦，老师对唔对？无问题。我决定要走去出街，跳出家己的安稳秀。哦，走去出街，哦，老师对唔对？安尼歹势。就安稳的，来。我决定要出国进修，跳出家己的安稳秀。出国进修啦，老师对唔对？这拄则讲过啊呢。讲过啊。伊是出国读册。读册捌使哦。这样的是错误的哦。一定拄则有讲过啊。伊是，哎呀，真可惜啦。不要紧，来分首先。恭喜爱情得到1分哦。咱来听老师看，各有虾米会哦哈？来，老师。伊拄则讲迄个是安怎错哦？伊一个就是讲，因拄则有讲过出国读册。啊，伊捌讲的哦，其实发音嘛唔对啦，伊讲出国进修应该是出国进修，迄唔是修啦吼。啊，其实也佫有足侪会当讲的啦吼，是讲离开故乡。离开故乡，啊，迄个主要就是讲。拄则已经有讲过啊，啊，过来伊讲的发音，佫无讲真正。哦，谢谢老师。我拄则想讲啊，搬去高雄拢会使，我等一下搬去台南。别，我你叫你袂讲，无迄个城市啊，哈。好，老师谢谢。哎，即马咧愈算大家拢知影哦。拢了解啊。好，来，上回咱请出题。明仔载要安怎，所以今仔日爱赶紧安怎。明仔载要安怎两个字哦，今日爱赶紧安怎3个字阿妹啦，谢谢你哦。紧张出。好，会记了看清楚哦。好，来，咱请手答。好，来，跳的来。明仔载要考试，今仔日爱赶紧来读册。哦，来考试，来读册，老师对唔对？安尼无问题。哎，真好，今日个上来。你对对着。明仔载要佚佗，今仔日爱赶紧来困。
哦，来去困。哦，佚佗来去困，老师对唔对？好，安尼会当。来，明仔载要跳舞，今仔日爱赶紧困暗顿。困下，不是，来练习吧，快点。哦，要跳舞啦，来练习啦，老师对唔对？好，安尼会当。来，明仔载要出国，今仔日爱赶紧收行李。哦，出国收行李啦，老师对唔对？歹势，我应哦，赶快这问题哦，来分数。恭喜咱得到第1分咯！你有这所在唔对啊？来，咱请老师来解说。迄是行李，唔是行李。行李，嘿，啊有人行李你又要拜拜啊？对啦，有人咧讲笑，就讲我说哦，要就飞行机啊，爱穿行李啦。迄唔对啦，迄是行李啦。行李啦，行李。嘿，穿行李啦，但是袂使行李啦。是。你听落那像拢拜拜行李啊咧嘿。是。好，谢谢老师。不要紧，拄只开始练习尔啦，即马才正讲要来啊啦。是。好，会记哩哦，音一定要念哦，对哦。加油哦！好，来手跟练个顶面咯，听我讲，请手带动起哦。来，上个咱请出题。请问开花上讨厌安怎的人，真正足安怎？哦，开花上讨厌，安怎三字哦，吼，真正足安怎两个字哦。好，来咱请手答。来，跳。开花上讨厌会迟到的人，真正足讨厌。真正足讨厌，真正足生气。哦，会迟到足生气，老师对唔对？好，会当。好，来。开花上讨厌黑白讲的人，真正足苦。哦，黑白讲足苦啦，老师对唔对？好，安尼嘛会当。好，来。开花上讨厌黑白擦白擦花的人，真正足起蹦。上讨厌白擦花的人，真正足起蹦。白擦花足起蹦，老师对唔对？歹势，安尼袂当。黑白讲甲白擦花，唔敢讲看差不多。好，不要紧，来分数先。恭喜咱得到第2分哦！咱请老师来解说哦，来老师。伊头前一个吼，伊讲白擦的人，应该是讲白擦的人。哦。啊，过来真正足，伊讲起蹦，咱一般是讲什么大事业要开始，咱讲起蹦啦吼。所以迄个起蹦，而且嘛无妥当，所以头尾两个讲起来拢无通。哦，所以这句是袂使。不要紧，第一回合尔嘛。对啦。吼，大家先熟悉一下啦吼。咱先来看分数。来，咱先看这边爱情生甘甜。恭喜爱情得到2分哦！啊，咱来瞧查某囝咧。瞧毛1分哦！哦，所以讲咱这5000块先放在倒位？5000块送给咱的爱情这边，恭喜！好，不要紧哦，拄啊开始搁继续落去哦。来，去咱第2回合手答定歌机。手答定歌机，2队派出1个人来手答，讲出正确答案的人就会当得到分数，隆重进行5条题目。嘿，手答定歌机。来去摸看卖。哇，摸内面的物件对唔对？哎呦，刺激哦！来，咱分数咧。咱这回合哦，拢总有5题，分数较悬的，才得到奖金1万块。哎呀！我是感觉内面足恐怖哦，是偌恐怖啦，讲安尼，当然足恐怖呀。因为叮当，甲你提示一个，伊会冷门啊。嘿，对，啊，毋过吼，你讲会共教，我讲是会有当时啊，感觉你会去用念讲啊，你安尼用你手的吼，伊的迄落啊手的安那。甲你绑喺顶悬。嘿，垃圾安尼啦。是啥物物件？啊，伊算高跳的啦。嘿，足高跳。跳。会跳。困旁边。嘿，啊哦，而且哦，伊会变形。咱目睭看头前哦。台语望看卖，请望。是啥物物件？即马无味啦。可能即马无味啦。但伊鲜拿出来时阵都有。有鲜。香水。香水。哦。
我敢若是茶啊、车啊、树啊、茶啊、车啊、车啊、树啊拢来啊！系啊，切辣、切辣，切辣、切辣、切辣，水，好，来。咱读册时常常摕来用的文具，伊的台语是咩怎讲呢？台语望看卖，请无较温柔甲阮讲者，讲去讲着啊，你试着啊？可能我试着啊！你就袂使讲啊！你袂使讲我手伸来。你什么？是啥物物件？等下，啥物物件？好，啥物感觉？你等下，叮，等，啊，哪像挂呢？挂，你有闻到味无？我无听。敢有味？有咧哦，有即马无味啦。可能即马无味啦。但伊鲜拿出来时阵都有。哎呀，有鲜。芳水。哦，好，来，咱问一下老师，芳水对唔对？唔是。哦，你芳水伤高级吧？看你免试，你来，我讲起来感觉是有一点仔塑胶。哦，塑胶。嘛有嫩的感觉。嫩的感觉。你无共款哦。我读册时阵会用到。读册时阵用过，安就对啊啦。来，搁啥？真正感觉有鲜哦。有鲜哦。有鲜哦。我敢若是像。呆。茶啊，车啊，树啊，茶啊，树啊，拢来啊！系啊，树啦，啊，树啦，切辣，水，好，来，老师是唔是切辣？伊的发音哦，非常正好，差几分啊？来，真腼腆啊！应该都是切啦，切的啦。哦，什么时阵会用到？就是写字的时阵啊，用鉛笔写字的时阵。啊，你有感觉有鲜无？有鲜啊，鲜就多啊。就是我细汉时阵都爱生的鲜的，过来呢一点来切。哦，是好，所以你的答案是应该是切啦。来，老师切辣对唔对？伊安尼讲发音对。来，分数。容易得到1分哦。好，咱来听老师解释。伊拄则音听起来是切啦，切啦。迄个音听起来无正确，因为咱迄个切啊面，迄个面切啊啦。迄个若是切啊，迄个就会当。啊，不过伊这个唔是迄个啦，这是伊足大地啦吼。对啊，大地。这是可能做了建筑师咧画图的时啊，这大地呢，还是讲画网牙的人，因拢先画一个草图嘛吼。对。上尾再佫甲描好水，上尾甲迄个鉛笔痕甲切掉。因得用这啦。迄是叫做切啦。嘛有南部人讲虎啊，所以切啦虎啊拢正确的。好，谢谢老师。哦，不要紧，咱这日常拢会用会到的啦。啊，咱今日嘛学到，伊叫做橡皮擦，叫做切啦。是，好，不要紧，搁有后一个哦，咱这边爱加油啊哦。好，来换人。是，宝宝。嘿。你上惊啥？我上惊讲台语。你过来，因为我是原住民啦。哦，哎呦，你唔通安尼讲哦，真侪恁的朋友哦，拢讲了真好呢。哎呀，民雄大哥最厉害啊！对。我无啥会晓讲台语。无啥会晓讲台语吼。好，你上惊啥？大只的甲大。内面的物件哦，阿心我来讲，我一点仔拢无咧个惊。哦。安尼讲，要甲提示吗？好啊，通提示啊。哦，伊有角。伊有角，唔通去用角吐掉，安尼就好啊。嘿，伊有角哦。哇！伊的皮足粗的。皮足粗的。真正，而且哦，上恐怖的，伊即马喙合起来，你甲看者，合起来。哦，伊合起来，但是伊是向你迄边。吼，来，准备好啊哦。加油！应该心内拢有底是啥话啊？好，来，目睭看头前，来，台语望看卖，请开始。有忘掉无？什么戏？忘掉无？知影就记得试，好来。
来，伊是塑胶，是塑胶佚佗物啊，佚佗物啊，我会使继续讲。怎讲啊？佚佗物啊了咧，佚佗物啊，伊是公仔，伊是公仔啊，公仔，嘿都红啊啦。对，就是红啊。啊，伊摸起来有啥物？嘿，你要感觉伊是什你有么？摸到啥物部位无？是，你感觉是啥物？是动物。啥物动物？恐龙。恐龙。对哦，恐龙我讲哦。白啊，讲台语，你看。哦，好来，你感觉你的答案是恐龙？对。好来，老师是不是恐龙？伊的恐龙讲啊，较好诶，嘿呀，恐龙是，对，啊，不过拢是动物，嘿，咱拢是动物，来，是不是枪啊？枪，哦，哦，有绳，枪，我是感觉有绳，因为四，有啊，那四骹嘛，伊有尾溜，啊，哦，敢若佫有长长的，唔知是角还是片啊？哦，长长的甲毛笔啊，我感觉是枪。好，枪，好，我问老师哦，来，老师枪对唔对？像发音嘛足正确的，哦，伊不是啦看，嘿，不是内面的答案发音拢足好的，嘿，来，婆婆，再一届哦，来，你讲啥？犀牛。哦，来，确定哦，确定。足有自信哦，犀牛，老师对唔对？完全正确。你搁甲我讲你袂晓，你甲我讲你袂晓，是不是？来，分数。终于开始咯，得了球。好，来，咱请老师解说。伊讲伊足惊讲台语的，因为两个答案吼，台语讲了足好的。伊不但是恐龙讲了足好，犀牛嘛讲了足好，完全拢无发音的问题啦。所以说爱回100分。是，所以老师有讲啊，接讲啦。接讲哦，台语就会愈来愈进步啊。是，接讲有好成绩。好，谢谢老师。来，你也看这就是这啦。嘿，就是犀牛啦。嘿，啊，迄犀牛角啊，犀牛角嘛，通啊做药啊用哦。对啊，即嘛是即嘛，不过即嘛袂当啊，即嘛袂当啊。即嘛足济药啊吼，拢会使代替伊啊。是，无唔对。对对对。是是是，来紧来哦，换人。是，咱遮要问一下吼，阿关姐啊。阿关姐啊，嗨，你厝的煮食爱变少吼？嘿，是拢是你家这样做吗？一手包办呐。嘿，查某囝应该到3工。公斤。哦，查某囝伊负责甲我开我的钱。哎呦，原来是安尼啊！负责开。嘿啊，那煮食啦吼变少吼，拢是关姐啊来就对啊啦。是，啊你会惊啥无？我惊阮阿孙呢，我头一届做阿嬷。哦，阮阿孙呢，若咧火的时候，我就要分去。嘿，啊上路因为伊拄啊等于学嘛，是无唔对。这个物件吼，讲真诶，大家每一人厝内底拢有。是是是。伊哦，无什么危险性。啊，毋过有当时啊会危险啦。哎，因为刺真济啦。伊会讲喷，爱喷了吼，嘛毋是会水啊啥，毋是，就是垃圾。垃圾。好来，目睭看头前，第一帮看卖，请开始无。请帮。豆豆帮帮我招稳，头到尾拢帮着。来，放者。头到尾拢爱帮着。再落紧个试，搞讲者感觉。啊，说你哦，哎呀，要讲试啊，讲试啦。哦，喙齿拢伸出来。关姐来。关姐用长的。伊吼。长，啊一粒哪球，一粒哪球，啊够有刺，够刺。不过这我感觉这是我定定咧用的，定定咧用的。这一直想袂出来，唔知啥物物件。你会摕来拍孙啊无？哦，应该是摕来拍红啦。会拍红掉啦，啊，不过吼，我感觉讲吼，我先想者，啊，无我先你就有机会嘛，吼。是，无唔对。这就是长女啊。哦，长女啊，嘿，长女啊，咧清便所迄长女啊。哦，我来问老师哦，我唔知对唔对。好，来，老师，长女啊对唔对？会当接受啦。来，我说，就配这个第2分哦。伊讲樟乳啊，迄樟是古早的原料吼，迄是天然的，讲山顶有一种山樟，啊，咱用山樟吼来做足侪物件啦，吼，像讲樟水嘛上。山樟做的，对对。啊，咱较早吼，鹿鼎的鹿啊嘛，上山樟做的，是。哦，啊，所以咱迄叫做樟鹿啊啦。哎，即马这个原料当然毋是樟啦吼，所以咱会当接受讲用旧名来讲新物件啦，哦，这应该是接受的。好，不要紧，咱个有分数，紧来换人。是，所以。哎，瑞，
瑞瑞，你捌来阮节目对？系我来过一届，有摕到奖金无？啊，梗係是無啦。真会晓啦。这吼是大家拢用会到的哦。是。不过这个吼。这是真重要的哦，最重要的啊！嘿，咱每一个人哦，拢有唔是大呀，无就细，拢有什么型，拢有真重要的。嘿，这袂当黑白乱来哦。而且打出事有的就有啊。是，嘿，对，出事就有啊哦。对，来，袂紧张啊哦。来。好，心内有一个底哦，来，目睭看头前，台语望看卖，请开始。啊，望我教我喏。哎呦，好来，尴尬。对。这个物件吼，是什么感觉？定细细角角，哦，细细角角。啊，若是大细，细嘛有大嘛有细。哦，安尼伊真清楚。迄个物件，当时会用到插头做的。插头做的，嘿。啊，印章。印章，确定哦。讲法敢若？嘿。印章。嘿。好，来，老师印章对唔对？伊知影什么物件，不过伊讲法台语无安尼讲。来，阿敏娜老师。来，老师有机会。我感觉是一粒音啊。音啊，哦，袂歹哦，吼。音啊，你确定？就表示的哦。好，来，老师音啊对唔对？安尼就正确。好，来分数。恭喜得到第3分咯。是。咱一般是讲音啊啦，但是咱的音啊内面有一粒可能就是有去互政事务所啥登记过，迄个叫做印鉴。你讲印鉴，讲印啊，拢会当接受啦。较重要迄粒。对啦，有一粒就是讲咱有去登记，讲我这粒就是会当做我的证明的，迄粒叫做印鉴。是。啊，普通咱讲印啊就会使啦。啊，这两个你也讲拢会使，不过讲印章咱是无安尼讲的。好，谢谢老师。你甲看，你就是讲袂出来，对唔对？对啊。好，不要紧，咱今日换人有机会。你讲内面的物件会恐怖无？袂呢，我感觉食古水呢，啊，毋过爱真细腻啦。爱细腻，爱细腻，有当时啊，伊会互你流血流滴哦。你若是伤粗鲁，造成无法挽回地步，是，对，迄落啊。敢若是目前所有物件摸着都会流血。有影，我会讲，这我毋是你家操蛋，这真正会流血。真的假？而且提示一这外国来。好来，目睭看头前，咱台语望看卖，请开始较温柔的哦，甲阮讲一个感觉哦，哎呦，哎呦，知影紧吃哦，知影就紧的哦，知影就紧吃哦，店面拢有的哦，每一间店拢有哦，系啊，哦，每一店拢有，系啊，哎呦，这只要做生意的拢有，这股头盘中吗？来，这敢若是一个定定的物件，啊，敢若有耳啊，啊，搁有手，我有摸到圆圆的感觉，迄规身躯敢若圆圆。我是感觉讲一款敢若招财猫，我唔知是不是安怎念。袂歹呢。招财猫，我想无其他的讲法。是招财猫。招财猫，而且是外国来的朋友嘛。外国来日本。哦，安尼哦，招财猫。招财猫，确定？确定。好，来，老师，招财猫对唔对？正确。好，来分数。恭喜爱情得到第2分哦。好，来，咱听老师的解释。讲招财猫吼啊，嘛会使讲招财猫啦，因为这腔口的差别啦。招财猫，泉州腔的人伊讲招财猫啦，啊那漳腔的人讲招财猫啦，哦拢会使讲啦。啊，当然你另外一个讲的讲热枪猫嘛会使讲啦，因为一个讲热枪叫人来嘛，你来讲热枪猫，我那会使啦。啊，这个答案是无问题，因为这个就是新来的物件，咱就照这个讲法来讲，招财猫是无问题。好，后来咱请回看一下分数，来，是来看咱这边。是咱即摆爱情得到的分数是2分，恭喜。嘿，啊来，咱跳跳啊你。跳跳得到3分哦。哦，不过咱这个回合的奖金是1万，先坑在倒位？咱即摆1万块啊，送互咱的跳跳的，恭喜哦。好，不要紧，咱搁继续加油哦。好，今日咱的第3回合斗阵拼输赢。斗阵拼输赢，拢总有5条题目，两对家庭10个人斗阵上台回答，若是答唔对，就会失败。进行5题了，最后生存落来较侪人的家庭就赢咯。
这个回合就敢若3个答案，叫做 A、B、C。嘿，啊，咱若有把握的时阵，全部拢甲对 A， 无就 B 就是 C。嘿，啊，若无把握的时阵，咱就爱分散迄个风险。没错。来，上位咱请出题。请问台湾的社会进步是世界有名的，你敢知影什么代志是全亚洲头一个咧？A. 六岁囡仔读册免钱 ；B. 同性的婚姻合法；C. 全民拢分现金。新闻有看过，啊，伊嘛真确定。嘿，我感觉是 B， 通过的时阵嘛是我头一届谈恋爱的时阵。啊，通过的时阵，你知影是心情啥款？求婚咯，想要打电话，迄个时阵就想要结婚啊，心里够紧，你心内就欢喜的。嘿啊，台湾是一个进步的社会，请问什么代志？咱台湾是全亚洲头一个咧？好，来进入3秒的时间。是。嘿，咱这跟他算上的哦。一定的啦。嘿，来，简单点哦。爱分对哦。来个5、4、3、2、1，好来，咱请起答案。哦，这招从来拢不过我甲你讲，无定你拢骗去啊！头一个哦。是，好来，咱来问一下阮队长。新闻有看过，啊，伊嘛真确定。嘿，我感觉是 B， 因为迄个时阵吼，和通过的时阵嘛是我头一届谈恋爱的时阵。哦，谈恋爱的所以时阵有印象。问咱这拄拄啊，结婚呢？嘿，这新闻应该恁拢知嘛？嘿，拢有看到，都是2019年的时阵。是。通过的时阵，你知影是心情啥款？足激动的啊！哦，系啊，是求婚咯，想要打电话，但是迄个时阵就想要结婚啊，心里够紧，你心内就欢喜的。系啊。好，咱来看一下正确的答案是。好。5条命拢留咧哦，先唔通试哦。好，咱听老师来解释。啊，应该拢知啦吼。是。拄则嘛有人讲是2019年吼，即个通过即个法律的啦吼。是。所以因对这个真了解啦，所以大家拢选的拢是正确的答案。啊，这真正是咱台湾真正是亚洲头一个哦，同意吼同性会当结婚的一个国家啦。其他国家无人安尼做，敢若咱台湾是头一个安尼通过，所以这是伫世界上来讲，算对人权来讲是一个足大的进步。嘿，来哦，继续哦，来，上位咱请出题。请问台湾地名真趣味，足多是对原住民以来的，你敢知影倒一个地名就是为原住民以来的呢 ？A. 高雄的男子 ，B. 花莲的泪水 ，C. 台东的猪本。好，来，进入10秒时间，今日讨论咯。哦，B 啦，嘿，对，高雄、花莲、台东，没有啦，嘿，有可能。好，来go， 4、3、2、1。好，来，时间到，咱请起答案。拢同款啦。安尼啦，是唔是？不过这吼，真正应该是大家拢应该知啦。好，来，你倒位的来？你倒位人？我对花莲来。哦，你花莲嘛？你隔壁呢？对，啊，我在花莲，迄个字唔是咱的原住民语。哦。所以我选 C。是哦，啊，你原住民的名叫做啥？我叫做以热。以热。对。哇嘛，太热了，热，是，来，我来问一下咱新的。因为我住花莲10栋，其实比咱袂讲花莲人袂讲水，会讲水尾。哦，对，所以应该比应该是对台语翻过来啊，台东因为有真侪原住民，所以我是选猪本。是，嘿，这应该拢是花莲来朋友嘛，是来当老师，你嘛是选 C 的。因为我记得阮大家咧坐火车的时阵啊，台东啊到啊，伊就是猪本到啊，安尼啊，伊就感觉讲，是台语直接为原住民翻过来，所以我就感觉是选 C。好，来，咱来看一下正确的答案是。
咱这三个地名吼，这个高雄这个地名吼，咱本来小说南马坑伊是较地低所在啊，拢是敢若迄个咱在怀用湿地啦。啊，咱若这种做咱台湾话讲南马啦，南马地啦吼。啊，遐本来就南马坑，吼，啊有诶转音入面做南马坑，啊尾改名就照伊诶音吼去用汉字改写做即马这个地名。不过口语。迄个所在人到即摆佫讲南马坑啦，无人咧讲什么南主啦吼。啊，过来迄个花莲哦，咱若照字是念做水水啦。啊，不过伊拄则有讲过吼，其实这个所在吼是原来名叫做水尾啦，啊，若用客话讲水尾啦吼，就是迄个水流到遐上低啊啦，吼，要出海啊。啊，咱台湾话吼，这种所在叫做水尾啦。水尾。啊，但是日本人感觉这个水尾这个字无好看啦吼，所以照日本音哦，我音的去改号这个名，啊，这是日本人号的名啦。所以这个名伫日本你往哪找到？讲某所在伫日本这个名啦。啊，敢若上尾这个吼，是咱台东的这个卑南族因一个部落的讲法哦，啊，因讲法足长的，啊，咱台语音哦无爱讲遐尼长的地名，所以咱处于。迄个上尾迄两个音听起来，敢若咱台湾话低本啊，所以用这个名去改号，叫做低本啊。其实当然，伊本来毋是用汉字写啦，咱是尾啊才用汉字改写做低本这两字。啊，伊本来名嘛毋干那这两字，若要讲起来有足长的啊。大概咧写做汉字5、6字啦，啊，即马咱敢若出上尾迄两个音来改写做低本啊咧。所以这是对原住民话来的。拄啊，迄两题哦，只是讲试者水温尔，对，真正恐怖哦，紧张要来啊！来哦，上位咱请出题。请问中华是台湾肉圆的发明地，你敢知影当初是发明这种食物原因是啥物咧 ？A. 要互做田人食的点心 ；B. 要做互拜神求医的人食的 ；C. 是军队的补给品。好，来，恁有10秒时间，今日讲哦，哦，这无简单哦，哦，到底是点心，还是要求医要互人食的？嘿，阿表，迄落嘿，军队要食的哦。哦，这就会无共款哦，分散迄个风险，来go。4、3、2、1。好，来，时间到，来，咱请起答。哦，咱这边是 C B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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 哦 ，C A B 一个 C， 这边是 A A A B B， 对，你有讲一个，你选的是？我是选讲是 B 啦，因为迄肉圆哦，就求一个圆满，拜神求医的人会使圆满对，好运的感觉啦吼。另外一个想讲是，因为军队吼，你要拍战嘛吼，要休战，伊个要较补充一个能量，哦，用爱补充一下，所以讲爱食肉圆，是爱歹消化呢。歹消化不要紧啊，就无补着遐欠人啊嘛，实在啊歹消化。对吧？所以讲你的武器是真好哦，袂袂去讲个落啊，袂去人伤害着安尼。你知影对面嘛咧巴肚枵啦，经过对面就食。是，好来，那咱这边安娥，安娥，来，你的是做田人的点心，你甲替别人想呢，真好，谢谢。因为而且米粉佫会饱啊，会饱嘿啊，我住咧。中华肉圆隔壁啦，哦，系啊，那唔对就了然啦。无啊，你啊严重啦，安尼阮就了然啦。照你安尼讲，我嘛以后爱搬走，袂使住喺银行去。是，所以讲你嘛感觉是做田人的点心嘛，妈妈阿妈妈嘛是。农业社会嘛，啊，你若像肉圆要食肉足困难的啦，啊，做事人足忝的，啊，咱就甲用一个肉好食，包面粉佫袂枵，啊，互因安尼感觉因做事人足辛苦，啊，互因食一点心，我是感觉是安尼啦。对，农业社会是。即嘛 A、B、C 拢有，到底是倒一个咧？来，咱来看，正确的答案是 B。麻烦请一个是一个失败，来，咱 A 先失败一个。哦，上早这个肉圆伫迄个中华出来啦吼，啊，这是较早有一个家族啊吼，因姓范啦吼，叫做范万基吼，就因较早的一个做工啊叫做范万基啦吼。啊，伊伫遐吼，家己有迄个33国王庙，咧用拜拜。啊，伊嘛有迄个医生馆啦吼，汉医馆啦吼，咧共看病啦。啊，来看病人吼，因人艰苦，有时顺便去遐拜拜啦。啊，因为来的人足济吼，为了排队要等互看病啊，是讲拜拜吼，巴肚枵嘛。啊，因就讲啊，做一个这互人，这个信徒啊，是讲来要互医生看的人吼，食点心啦。
伊当初其实上开始时吼，干那用番薯粉那内面包竹笋尔啦。包竹笋。但是大家感觉好食，伊尾啊慢慢怎变做用这马来做生意来卖啦，到才有加肉落啦。所以上开始敢若是竹笋用迄个番薯粉甲包起来安尼尔。这是伊的起源，所以伊上早就是要互迄个来拜拜来求伊的人吼，互伊莫讲等伤久，腹肚枵，互因有一个点心通食，所以才安尼做出来。所以这是伊的起源。上尾一条。上恐怖的真正要来看清楚哦。好，来上个咱请出题。请问朋友做伙拢足爱斗阵开讲的，你敢知影这个行为佫会使安怎讲呢 ？A. 泡豆 B. 搬话 C. 藏话。听阿关子讲的，阿关子拢咧讲泡豆嘛，逐个来泡豆一个安尼啦，唔知有对啊唔对，伊就要听我的嘛无法度。你选的是 A 呢？泡豆是啥？听起来是敢若那个声音，你讲话的时阵，搭嘴讲那种，敢若豆安尼。哦，豆安尼破开安尼。哦，嘛是有道理哦。来，正确的答案是。这题拼奖金，倒一队会当赢咧？好，来，连有10秒的时间哦。嘿，斗阵来开讲哦，开讲哦。泡豆、搬话、藏话啊。哦，这有困难哦。今日啦有困难啦哦。10秒的时间哦，来个。4、3、2、1，来，时间到，咱请起答案。好，来。这边是 B，A，好，来这边是 A 2位，这边有4位嘛。来，我要问一下，阮瑞啊，你选的是搬话哦？其实三个破豆搬话，甲迄是啥？我我其实拢看无，我都黑白选一个。是，你感觉你看较顺眼的，就是咱来搬话。系啊，我想讲开斗阵来开讲就是讲话啊！我想讲应该甲话应该有关系。你选的是 A 呢？无，阮有分配，我感觉 B。你知意思无？唔知，真正唔知啊！破豆，唔知泡豆是啥？听起来是敢若那个声音，你讲话的时阵，搭嘴讲那种，敢若豆安尼。哦，豆安尼破开安尼。哦，有这个画面啊，都哦，嘛是有道理哦。好，来，咱这边来新的。阮是听阿关子，听阿关子讲的，阿关子拢咧讲泡豆嘛，逐个来泡豆一个安尼啦。哦，阮的家用话，当腔是讲泡豆啦，我唔知有对啊唔对，伊就要听我的嘛无法度。即摆就咱2个答案 A 甲 B 啊，好，我咱来看一个哦，好，来正确的答案是。先是一个嘿来。咱泡豆就是咧开讲啦，吼，咱讲一阵老伙仔伫咧公内面底下咧泡豆，哦，哪食茶哪泡豆，哦，这开讲的意思啦。哦，你若搬话是咧搭嘴，这冤家的意思啦。哎，我藏话是讲你若有啥物秘密甲伊讲吼，伊袂黑袂讲讲，是真够藏话，所以袂甲这个秘密讲出去。所以敢若这个泡豆甲开讲有关系，所以讲泡豆。好，谢谢老师。来看一下分数。哦，咱这边咱的爱情的，目前有3分。嘿，来咱这边巧的咧，冇2分袂歹哦。所以讲这边是3分嘛，对，3个嘛吼，所以讲2万块你对边。送互咱的爱情生甘甜，今摆奖金有3万块咯。哦，2万块啦，我偷加5000，到时阵叫我领出来。胜利的哦，好，所以伊的奖金是25000块。我来咱这边，咱就先休困一下哦。好，进来咱的小雨，我来排。俗语我来排，拢总有5组的题目，大家轮流甲正确的俗语排出来，剩的票数就会使换做现金，1票1000块，奖金就互恁全家砸转去。嘿，小雨，
我来排。专家抢奖金咯！哦，真正抢着啊，奖金偌济？今嘛奖金有25000块。安尼25000块就是几秒尔咧，安无够啦。无够，无咱搁添30秒回好唔好？对。哦，这就真讲，我讲内面哦，加侪迄种台语的正字，上惊就是讲骗去。你看阮这是啥？就大母。对，这是华语的起舞啦。是，嘿，咱拢通讨论哦。好，我要开始哦。加油哦！好，来，咱请开始。来，我紧一个，我进1分，嘿，来，春天什么面变变一时间，后母面进来，海蝶春，来，3年水老当，3年水老西。这题目袂讲真困难啦吼。是啊。咱第一个讲一个半斤，一个8两，咱一斤是16两嘛，半斤就8两，两个吼差不多啦。两个咧相笑，咱讲恁免相笑啦，恁一个半斤，一个8两，吼，拢差不多啦吼。过来1分钱1分货，我想这大家拢知啦，就是讲物件好歹，甲伊的价钱有关系啦。价钱俗的物件可能就无好，价钱较贵的物件可能较好安尼吼。1分钱1分货。过来春天后母面，哦，要变一时间，这春天。天气变化足紧的啦，哦，有时寒，有时热，有时落雨，有时好天。咱就讲像迄个后母吼，迄后母啊，若是伫个老爸面头前吼，可能对囡仔足好个，但老爸若无伫，可能会苦大囡仔。咱讲吼，伊会变面啦，所以就甲春天的天气共款啦。咱讲要变一时间，就讲足紧就变啦。过来歹得出好笋吼，就是讲迄得啊无好，但是伊出的笋啊可能真好。毋是真正咧讲得啊，是讲人啊吼，老爸老母可能无真。有才华吼，还是讲无事业无真成功，不过伊囡仔吼，读册足够啊，做事业足成功，咱就讲做歹得出好笋啊咧。过来3年水老东，3年水老西，就是讲，即个运气袂永远拢伫倒一边啦。吼，你即阵啊，足好运来趁足侪钱，但是可能时机变歹，啊，你就无钱通趁啦。啊，另外一边吼，伊本来无好嘅，即摆变好，所以讲咱讲运气的换来换去，袂讲永远拢伫倒一边啊咧。好，谢谢老师。拢真有意思哦。对啊。好，即摆上有意思是讲，咱奖金搁偌济？好，因即摆吼还有35秒，所以奖金25000块拢摕到啊！好，来，咱即摆今日去颁奖。颁奖，来2万块奖金。有影袂歹的，你趁着奖金，搁通啊趁宣传啦。来，今日搁宣传，搁讲一个啦。男生配是台湾第一部大型男约会节目。查甫约会节目。伫咧每礼拜六中昼12点，伫咧加加乌拉拉平台，请准时收看哦。会记得哦。啊，咱嘛这嘛通啊宣传一下，来。因为已经推出我的单曲，叫做《台湾查某囝》，台湾的查某囝。啊，我的 MV 呢会伫12月12号拜2会伫 YouTube 会使看到。啊，台湾查某囝这首歌嘛，即马全球的咱的音乐的平台拢会使听到啊。加油一下哦，多多支持一下哦。今日啦，要甲恁考一下。考一下。会看恁个会记得无？啊，毋是想一直咧想奖金吼，来，咱看，这有2项物件，来咱先摕，这叫做啥？这个是啥物？交啊，买会手鸟，嘿，真好哦，拢有记着哦吼。来，搁另外一个。第2项，丁丁。是，嘿，观众朋友嘛是连着啦，平常时啊，伫阮遮会考的吼，拢是一项。啊，你若是讲真正有影家己讲到。台语讲了袂歹，欢迎恁报名，拜托，来甲阮参加一下哦，哈。好，今日谢谢咱的顾问老师，感谢咱辛苦的罗公行罗老师，罗兰，多谢。专家有智慧，到您变得意，互你大家拢欢喜，再会，谢谢，恭喜，感谢，感谢老师。